大头家好，哦，这大头家，大头家姓啥？我煞袂记。哦，姓。哦，姓可能加迄西港啊，西港庆安宫迄黄图迄个先生有关的款。西港哦。西港迄庆安宫的两当属长黄图。黄啊少，黄先生，对啊，地图迄图，对啊，咱两个黄先生安尼。哦，真好，感恩啊！哇，头家咱拄着头家，嘿，真好，感恩啊！遮咧做电影拢下晡时呢。下晡时啊，下昼。拢拜六礼拜较济。21号、22号拢有。哦，21号、22号。拢拜六下晡，拜六下晡，拜六礼拜较济啊。办活动拢是拜六礼拜较济。21号就拜六，啊22号咧。拜三要来遮拍片。哦，后礼拜三要来遮拍。拜三为早时啊8点就开始。哦，后礼拜三。暗时啊10点。哦，那等拍片拍偌久啊？电视剧啦。哦，电视剧个。4月万花。哦，哦。4月万花。哦，4月望路。真好真好。4月望雨啦，望雨水啦。啊，做有记得哩啦。啊，真好真好。哦，咱办活动拢来遮袂歹啊。哦，拍戏剧啊，来拍片啊，来遮啦，拢足袂足好诶。有足有迄味道诶，安尼古色古香诶。这毛笔字你写遐够写，这字我写甲足水诶。哦，我都写甲足水诶。我会画看板咧哦。哦，遐牛，我会晓画看板咧。较牛个啊。哦。啊，古早迄电影，迄一台毋着过来几十万咧。哎呀，贵啊一台啊！哦，日本进口诶呢。哦，喏，迄做放映机啊。哦，迄桶遐中，迄桶遐大桶。爱摸着袂烫人。哎呀，迄烧炭精哦，迄个炭精那足贵。炭精进口，咱台湾无咧做。啊，是一支安尼，了烧安尼哦。不拉树、麦拉树，烧发电。哦，喏，烧到尾，就一家正无法大人好继续做。咱就换了。几公分重？迄一手咧。一手咧，烧炭精里带迄个大桶内底，大个乌桶啊内底，有大圆滚筒。伊个光咧强吼，1400块。哦，1400是少。哦喏。哦哟，足烧。我知哟，1400块。你目睭家看，你目睭的眼角膜会烧。哎哟，眼角膜也袂堪去看相光。伊个光用迄反射镜来照位头照。照位这影片，经过镜头，照位任务。即卖投影机吼嘛，是迄电咧放啊拢，偌济了明的呢。伊个一段时间就爱换，2000点钟就爱换。2000点钟就爱换。这一片都烧偌底？烧一底尔。一底安尼好佳哉。遐耐烧哦。哪会啊？炭精。你慢慢烧啦。啥物成分啊？有法度人烧遐久？炭精，敢会酒精片？毋是啊，一种的炭精。炭精吼。一罐影片烧就一底仔镜。烧一底仔镜，遮耐烧就对。你直接炒到2度半，2度80半。2度半来做我做4条。2步半做4条，2步半咯。2步半那做4条。即马咱外口讲要展览，迄是要啥物做啥物影片啊？有迄古早的影片呢？影展的哦。台湾提出世界比赛的影展。世界比赛影展。甚至讲咧黄知影。是。即卖现代的这个什么？现代的这个导演啦。现在导演啦。所用的对。方式跟过去无同。对。
这影店哦，迄真好啊！去参加世界的这影店，伊拢会介绍。是啊，11月呢还是偌久啊？咱这个10月。咱这个10月，后礼拜呢？后礼拜哦。21号、21号、22号拄啊拜六礼拜呢。后礼拜六礼拜已经有9月初。9月初安尼。9月初安尼，得要9月初到重阳节进前安尼。重阳节之前呢。咱咧咸水哦，这个老戏院永成戏院啊。要办迄个做影展的哦。影展的影片要翕。这是主办的是福尔摩沙啦。摩沙的基金会吼。用专省来算作讲巡回影展。是。像个影片有参照外国的影片。放咧互人看。阮咧做有名的影片，世界水准的影片，要放互咱看。就算作讲介绍伊的即马新的导演。是。导演少年啊。新导演少年。爱买票入来看呢。爱买票入来看。拢免费的。这举办活动拢免费的。感恩啦，这主笔啦，黄先生啊，这主笔啦。感恩，祖先呢，帮助文化建设。这帮助文化建设。感恩你啦。好呀看。感恩你啦。谢谢啦哈，了找我咧赶。感恩啊，谢谢，做有记得的呀。